好，大家好，我係 Raymond。咁錄呢條片嘅時候咧，有一個議題其實市場人士都好關心嘅，咁就係究竟聯儲局12月嘅時候會唔會減息啦？咁如果想睇究竟12月會唔會減息咧，其實其中一個方法咧就可以睇翻究竟市場啲人士點樣去估。咁其中一個咧，你可以睇翻就係利率期貨反映緊究竟個減息機會係幾多。左邊嗰條線咧就係睇緊呢樣嘢。咁佢側邊嗰啲數字咧，減100就代表係100% 會減一次息，即係25個基點啦。咁而家呢個數去到邊度咧？最新嘅時候錄呢條片嘅時候咧，大概就即係剩翻30%機會率左右會減一次息嘅啫。咁呢個數咧，同我哋月頭嘅時候咧，大概都仲有70%幾機會，甚至乎10月中嘅時候仲覺得100%機會會減添。咁其實個落差都幾大嘅。咁最主要嘅原因有啲咩？第一就係聯儲局嗰啲官員咧，好多人都走出嚟講，本身啲比較鴿派官員佢都走出嚟講，就係其實有啲鷹派啲嘅言論，或者甚至乎佢哋對於10月係咪減，佢哋都講咗啲相對上好唔決定到嘅一啲因素出嚟嘅，譬如係美國政府停擺咗，佢冇數據去做判斷啦，又或者係擔心緊究竟關稅會唔會推高通脹啦，種種嘅原因其實大家都聽過嘅。咁但係最主要原因係因為最緊要近期嗰個會議記錄都有表示出係好多嘅官員都係有啲咁樣嘅猶豫不決嘅一啲意味喺度，咁就令到市場上覺得12月唔一定係真正減息喎。咁好啦，咁其實投資者最關心嘅就係唔減息，咁 suppose 理論上減息係有利於個資產市場噶嘛，咁我諗好多關心就係其實佢唔減息會唔會拖累咗個市場好大咧？咁如果你睇翻一個比較長少少嘅年期，如果你睇2年期嘅債息嘅話，咁其實佢都係代表住究竟聯儲局未來嗰啲債息走向大概係點？咁你發現咧，其實最近呢一個月咧，雖然多咗一啲官員出嚟講一啲比較係鷹派，或者係相對上表示出一個猶豫不決嘅一個論調啦，咁但係其實個2年期債息相對上都係穩定嘅，10年期其實都係仍然穩定嘅，個債息息差維持住都係大概喺50個點子左右嘅水平。咁其實基本上咧，嗰個12月減息機率下降係冇真真正正傳導到去一個比較長年期嘅一啲時間度嘅。咁簡單啲嚟講就係其實個市場仍然都係估緊美國仍然都係一個減息週期。咁所以其實大家就唔需要擔心話12月唔減咪代表會拖到好慢咧，其實唔係嘅。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有留意我哋之前嘅片或者唔同場合都講過啦，其實市場就算喺10月或者較早時候，可能9月10月嘅時候都係估緊2026年可能會減多3至4次息咁樣啦。咁但係唔好忘記，但係一年係可能我哋26年有8次會，咁連埋今年咧，咁你仲有9次，咁基本上亦都係代表住唔會每一次開會都會減息嘅。咁其實佢可能會停下減下，停下減下，其實亦都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操作嚟嘅。畢竟聯儲局成日自己都話佢會根據市場上一啲經濟數據去做判斷啊嘛。咁所以咧，佢放慢咗亦都唔係完全一個壞事。同埋更加重要一點係佢之前嘅會佢都講咗12月咧，佢係會停止呢個縮減嗰個資產負債表嘅。咁簡單啲嚟講就係，如果佢啲債券係到期嘅話，佢會重新喺個市場上邊度買翻一個數，令個資產負債表穩定翻落嚟嘅。咁相對上呢個咧係聯儲局成個貨幣政策入邊咧走向寬鬆嘅其中一小步嚟嘅。咁佢哋嘅目的就係希望市場上有足夠嘅流動性啦。咁我諗呢一個咧對於係有一啲股票持倉啊或者啲風險資產嘅投資者嚟講咧都幾值得留意嘅。所以就算係近排係話個減息預期係放慢咗，但係呢個都唔完全係對一個資產市場一個好大風險嘅事嚟嘅。如果單睇呢一個減息嘅預期嘅話。